大家好，我係 keyboard 班嘅老師，我係天文。我中意彈琴係因為我覺得咧彈琴可以好自由啦，喺好多個鍵盤上邊，你中意彈咩就彈咩啦。另外有一個位咧就係最重要嘅，可以抒發到自己嘅情感啊。keyboard 咧喺樂團裏邊其實係可以擔當好多嘅角色嘅，例如第一個就係你可以做主音啦，咁你做主音就可以成為一個主角啦。另外咧就係可以配合唔同嘅樂器啦，成為一個連結樂器同樂器之間嘅作用啊。嚟緊喺 keyboard 班嘅裏邊，我會教大家一啲基本嘅樂理啦，再加上一啲可能點樣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 pattern 咧，就去到夾唔同嘅歌仔，快歌慢歌咁樣。錄堂之後，我期望每一個同學仔咧都可以喺個鍵盤上邊好簡單咁樣咧，夾到歌啦，同埋咧可以真係中意咗彈琴啦。截止日期係10月7號，希望到時見到你，快啲報名啦！最老人你定會飛不得，害怕那